进前有民众提案修法，讲一礼拜要休3天。劳动部有邀请劳资团体来讨论，不过劳资团体普遍拢认为讲，目前各行各业拢欠工，若准缩短工时，人力影响会真大。劳团是建议政府透过增加固定假日来减少总工时。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，予台湾成做亚洲第一个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，得到超过5000人联署支持，提案通过。劳动部就邀请劳资团体、政府相关单位开会研商。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一礼拜休3天是好的方向，也毋过疫情过了后，各行各业欠工，若果实施休3天，人力上安怎经过这个大改变是一大问题。大家其实还蛮一致的，认为说，方向这是好的，但是现阶段是有好多的困难，包括从教育面，那学生的这个上课时数如果集中，那要不就是一天上的时间长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寒暑假可能都要减少。与会的劳资团体感觉欠工严重之下，各缩减工时，可能互人力更较欠。资方团体特别强调，像旅宿业欠工真严重，那一礼拜休3天，人力会更较不足。几个社会现象，第一个少子化，第二个就是这些从业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的改变。现在政府帮我们找这个防务员或是找清洁员，都还会替我们补助5000块，都找不到人啦。现在周休2日的落实程度就已经不理想了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把这个周休2日落实之后，然后再来看说，是不是可以鼓励一些企业，他们可以去实验这样的一个方式。劳团认为，一礼拜休3天影响劳工实际收入，现阶段应该先落实一礼拜休2天。也讲各产业差别大，现阶段全国同齐推动一礼拜休3天有难度，建议政府透过增加固定假日，实质降低总工时。那劳动部甲人事总处会伫累积各方意见了后，量早伫平台上做出正式回复。记者